上新的消息来关心，总统赖清德指派前副总统陈建仁去担任特使，去参加教宗彭济国的丧礼。陈建仁伫昨暗已经出发。总统这一次要我特别要向方济各教宗在临前致敬，而且也帮他祈祷希望他能够安息主怀，而且呢这个能够永享荣福。更重要的，也希望方济各教宗在天之灵也能够保佑台方关系能够永固。更重要的，也是能够促进世界的和平、地球的永续。前副总统陈建仁出发之前有接受媒体访问，伊讲会代表总统和台湾人民对教宗表达哀悼，这嘛是要展现两国长久以来坚定的友谊。另外，教廷嘛宣布，包括美国总统川普、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等，各共有50个国家的元首，也有上无有130个外国代表团，拢会去参加教宗的丧礼。